今礼拜嘅文学片，我继续带大家回顾民国80年过后到今几多优秀嘅新生代作家，丰富嘅台湾客家文学嘅内涵。无论係新诗散文，也算小说，许多文艺意识、鼓励嘅作家，用含過純粹嘅情感來表達思想，形成討論派規模共樣嘅創作模式。詩台獨家改變，透過優秀嘅客家詩文學家，用筆來對抗前面老危險。呢其實新生代嘅作家會寫出很卡多嘅客家故事。1988年，萬我母語運動向上介入，為打開國父嘅罪惡幕，並等佢講出客家嘅注重點，開放嘅社會氣氛，培養出群體新生代有客家化嘅視野，文學重視感情嘅表達，功能導向天天嘅推崇咧。當年文化擴展，文學作家有很卡多嘅表現。20年來，島內生產嘅眾多嘅行業史，甚至係新興嘅客家文學，變做台灣文學漸漸發展獨嘅一記。20年前，就是參加過母語有限空戰，呢個原間嘅社會嘅總諷刺，本會變做543嘅重排人之一，即佢嘅創作客家史，每本記做得挺為切家。还是修火山的状态啊，因为开始用自家母语来写诗噶哈，不敢讲哇，自家该内部的那种容颜吼，那个热度、该力量的感觉都动强啊，都哦，噶哈有1-2年该时间吼，竟然本来讲重整啊。总的伫梦中踏起。一雙舊皮嘅書，寫定出世以來嘅辛酸。老細細細節對阿妹讀中學嘅溫馨記憶，用最熟絡嘅母語寫出來。苗栗南莊嘅新語邱一帆，變做用客語來寫文學詩題嘅一份子。從事客家嘅詩歌嘅創作，對客家話提升到文學嘅。經濟有嘛吼，係有幫助嘅啦。佢做邊要佢講，客家話唔單止係講嘅話，佢含咗嚟提升到文學藝術嘅長途去。老也合法所代表客家父母姊妹，變做係舞台劇，甚至係文化節，係對此市議正規會嘅代表作也好。一定要有意個前面個有意思嘅一種社會文化歷史，啥人生嘅討論嘅。出的是。客家文化內涵，每多年表現到其他嘅文類，做當派年年嘅書，甚至兩本都係親屬意嘅創作。佢寫嘅通書有東東人群，佢用客語詞彙，還有從係補助嘅方式，嚟寫到客家多人接觸，包含客家文化內涵嘅文學作品。我等下寫入當神奇嘅故事，係any客家文化地位度嘅東西啊。不管你係學龍人還係客人，大家來看了之後，我書裡邊讀，雖然唔係一隻嘅母語嗰度嘅詞，可是讓我不就表解到，any客人好貼切嘅像稱呼。用母語來書寫，實現了客家詩作家嘅自我要求還有期望。寫客家文學用便宜簡單嘅方式，本應打破了出去語言之間嘅距離。文學創作嘅人都了解細節，係老過去嘅時空，還有發表舞台冇共樣嘅。能擺為面臨嘅係順文學史嘅情感內涵嘅討論，還有現用詞嘅標準，進展到榜眼文學新立場。客家新聞，潘金路、汪小琪，台北報道。